高興邀請到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嘅授權承辦商 iFast 嘅代表阿 Jo，為大家介紹有關積金易平台嘅計劃轉移前後所需要留意嘅事項，以幫助大家了解更多，做好準備。同時間啦，大家亦都可以利用 Zoom 會議上面嘅問答功能提出你哋嘅問題，我哋會喺最後嘅問答環節盡量為大家解答㗎。咁事不宜遲啦，先將以下時間交俾阿 Jo，唔該阿 Jo。好，唔該 Ellie，係同大家介紹一次先啦。咁我係積金易外戰隊嘅同事，又叫阿 Jo 啦。咁喺今日嘅會議，咁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積金易嘅部分功能係為啲乜嘢啦。咁亦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嘅。咁我哋今日仲是話同大家 share 平台上有咩重要嘅資訊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個截圖，咁其實每日都會定期 update 緊咁樣噶。咁所以我哋嘅截圖功能咧，咁就可能同實際大家操作上會有啲唔一致嘅地方。但係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如果有問題，可以盡快聯絡翻我哋客戶服務熱線啦。咁我哋同事會盡快解答翻大家咁樣嘅。好啦，咁去翻我哋今日嘅內容啦。咁我哋今日會大致上介紹下積金易平台係啲乜嘢啦。咁大家喺轉移上積金易平台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啦。咁再落去，咁就成員有啲乜嘢功能啦。咁同埋亦都會有啲功能嘅概覽俾翻大家睇翻啦。咁再之後啦，如果大家遇到有啲乜嘢問題嘅時候，咁積金易啦有啲乜嘢可以支援俾到大家咁樣嘅。再之後，亦都唔少得話富達啦。咁喺積金易上線咗之後啦，咁富達嘅數碼平台有咩服務俾到大家啦？去到最後，亦都好似頭先 Ellie 咁講啦，咁我哋亦都有個問答環節咁樣嘅。好啦，咁簡單介紹下積金易平台先啦。好，喺介紹之前，咁亦都有少少數據俾翻大家望一望啦。大家喺度睇到啲圖表嘅，咁就簡單啲話翻俾大家聽啦。咁呢個截到2023年9月份嘅數據嚟嘅。嗱，咁大概喺個強積金入邊啦，有35萬名僱主啦，469萬名成員，咁大概有1100萬個強積金戶口喺度，咁分佈咗喺12個強積金受託人啦，24個計劃入邊。咁簡單啲講咧，每一個成員大概會有2個或以上嘅強積金戶口。咁當然，如果全部喺晒富達入邊，咁當然就唔使麻煩啦。咁但係好多時我哋都發現好多唔同嘅成員啦，咁佢哋嗰個強積金戶口都係基於可能之前嘅受僱嘅而產生出嚟啦。而每個僱主可能佢哋揀嘅強積金都唔一樣嘅，咁令到大家可能揀得呢個2個戶口都好啦，都可能牽涉到唔同嘅強積金受託人。咁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呢？咁就會令到成個運作好分散。簡單啲講，大家就可能要去唔同嘅網站啊、唔同登入先可以睇得到大家嘅強積金，甚至操作去做轉換咁樣嘅。咁另一個問題啦，咁就使用大量嘅紙張，咁我演繹為使用大量嘅人力物力啦。咁相信大家都可能話，除咗話供一般嘅強積金啦，都可能填唔同嘅表格咁樣嘅。咁入邊相信大家曾經都試過手寫啲表格㗎。咁好似可能填錯個身份證號碼咁樣，可能或者係填嘅時候可能0同 O 字好似樣嘅時候，無論成員啦、中介人啦，甚至係後台同事，咁都可能需要花費好大量嘅功夫，先可以處理到有關嘅行政工作。咁令到大家都好多費事失事啦。咁積金局見到佢呢個情況出現咗嘅之後啦，咁不如我哋試下推出一個叫積金易嘅平台啦，等大家可以運作順暢啲啦。咁積金易平台係啲乜嘢咧？嗱，咁佢係一個積金局全資附屬擁有嘅公司嚟嘅。咁係一個非牟利嘅形式運作啦，一個公用設施啦。咁同一時間佢亦都係一站式嘅電子平台，令到僱主啦同埋計劃成員可以輕鬆方便咁管理到佢哋嘅強積金嘅。好啦，咁有啲乜嘢目的啦？嗱，基本上我哋期望去到下年年頭啦，咁所有嘅強積金受託上咗線之後，咁就達到3個目的先嘅。第一個標準化，乜嘢係標準化？標準化就係話，因為而家每個強積金受託人佢哋嘅表格啦，同埋表格嘅格式啦，同埋佢哋要求都唔一樣嘅。咁我哋預期啦，當所有強積金受託人上咗線之後，我哋盡量都統一晒所有嘅表格同埋有關嘅要求，令到成員可以容易啲提交到佢哋嘅行政指示啦。其次，咁就精簡化。精簡化嘅意思就係話，而家相信大家都要去唔同嘅網站去睇翻自己嘅強積金嘅。咁但係當所有強積金上晒上積金易平台之後，大家就可以透過積金易呢個程式一集管理晒所有嘅強積金戶口，令到大家可以方便啲去處理你哋嘅行政指示啦。最後自動化，咁乜嘢係自動化咧？就係話，如果成員透過積金易平台去提交有關嘅行政指示嘅話，咁我哋會幫大家預設咗某啲資料啦，甚至幫大家編定啲資料喺要求上面嘅，咁令到大家可以減少有關嘅錯誤啦。咁最終目的啦，亦都希望提升到用戶嘅體驗啦，增加成個運作效率啦，亦都增加個靈活度同埋可靠度嘅。
其次啦，亦都希望透過積金易呢個程式，可以為個強積金計劃創造一個減費嘅空間，有利翻成員嘅投資回報啦。最後啦，亦都希望透過積金易呢個程式啦，咁為個強積金制為咗強積金嘅制度引入未來嘅改革鋪路啦。好似大家都早嗰排睇新聞都見到話，成員可唔可以用我做個全自由行等等啦。好啦，咁之後有啲乜嘢轉變呢？嗱，無論僱主定係計劃成員，甚至自僱人士都好啦。咁往後只需要登記翻積金易，登記完之後就可以登入翻做查閲翻有關嘅資料啦，甚至可以透過入邊嘅行政指示咧，提交翻有關嘅指示俾積金易進行有關嘅更改嘅。好啦，咁大致上佢會有啲乜嘢新嘅運作模式呢？基本上同以往嘅一樣啦。咁成員登記咗積金易之後啦，咁譬如可能有啲行政個程序想要提交指示嘅，咁咧就透過積金易呢個程式去選擇翻積金易個計劃啦，去再做翻個一站式嘅處理嘅指示啦。再之後，咁成員睇翻個指示有冇資料唔正確，如果冇唔正確嘅地方，咁提交咧。咁往後咁就積金易嗰邊幫大家做翻審批處理，咁完成咗嘅話，咁成個流程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好啦，咁呢個流程帶來俾大家有咩益處咧？就係話基本上我哋頭先講咗，除咗一站式處理之外啦，亦都減少咗任何嘅錯誤嘅。咁亦都可以話，譬如積金易好多僱員都會問啦，其實我之後都有其他強積金未上線嘅喎，咁我需唔需要再做一次註冊啊？基本上如果大家做完一次積金易嘅註冊嘅話，咁就唔需要再做多一次註冊嘅，咁只需要等有關嘅強積金手頭上一線嘅話，咁有關嘅計劃大家就可以透過平台上面睇到噶啦。嗱，亦都最後一個啦，咁就亦都可以話隨時隨地透過網上平台更改自己嘅投資指示同埋個人資料等等啦。咁相信可能富達而家大家都做到有關嘅行政指示嘅，咁但係如果話其他嘅行政其他嘅強積金計劃啦，咁有機會可能佢哋仲用緊紙本嘅，咁我哋呢個就方便到大家嘅投資做翻有關嘅轉換啦。好啦，轉移嘅時期有啲乜嘢要注意翻呢？嗱，咁我哋分咗唔同嘅時段啦。咁第一個，咁就由而家啦，去到積金易上平台，轉移去積金易平台之前嘅。咁相信大家都收到呢個通訊包噶啦。嗱，呢個通訊包就話翻俾大家聽啦，有啲乜嘢行政指示會由富達嗰邊轉移上嚟積金易平台啦。咁佢嘅截止日期係幾時啦？咁甚至亦都入邊亦都教翻大家點樣下載翻積金易，點樣做翻有關登記嘅。好啦，第二點啦，咁就簡單啲講，轉移之前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 download 咗積金易，咁大家就可以做翻有關嘅註冊啦。好啦，頭先亦都提及過啦，咁有關嘅轉移安排啦，咁大家留意翻嘅，咁有關嘅成員嗰個做基金轉換啦，就應該喺10月17號啦，大家就喺4點鐘之前提交有關指示啦。如果有關指示，嗱，基本上所有嘅行政指示啦，咁都會喺上線之後繼續幫大家執行有關指示嘅。咁但係嗰個講緊基金轉換啦，或者更改投資指示啦，咁如果過咗17號嘅4點鐘之後先提交嘅話，咁有關指示因為牽涉到基金價格，咁所以有關嘅指示咁我哋就會取消咗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做個基金轉換嘅，咁就睇下大家留意翻時間啦，可能早啲提交個有關轉換啦，定係上咗線之後再提交翻有關嘅轉換俾我哋啦。好啦，咁上咗線之後，咁有啲乜嘢注意翻呢？嗱，基本上咁我哋上咗線之後啦，咁提議翻大家啦，咁檢查同埋確認翻有關轉移上積金易嘅賬戶資料係咪正確啦？咁包括話個人資料啦、業務資料啦、有關入息、投資指示，甚至供款記錄等等有關詳情咧，都係透過積金易平台做翻個 checking 啦。如果有問題嘅，大家盡快聯絡翻我哋做翻有關更改啦。咁我哋喺邊度睇到有關嘅資料咧？嗱，首先我哋登入翻個系統嘅時候，其實我哋嘅第一個頁面啦，咁而有啲賬戶概覽俾大家去做翻個參閱啦。大家就去睇翻個戶口而家 total 有幾多錢喺度啦。再拉落少少啦，咁再去睇翻各個嘅賬戶類別啦，同埋入邊嘅累算權益係點樣嘅。好啦，咁再 click 入有關嘅賬戶入邊嘅時候啦，咁就可以睇到而家個基金總值幾多啦，每個基金名稱係乜嘢啦，亦都睇到個單位總數，亦都睇到有關嘅價格，甚至亦都係睇埋未來投資指示係點樣嘅。咁如果大家喺入邊係一個供款嘅賬戶，甚至話有啲供款喺入邊嘅時候，亦都可以透過我哋查閱翻有關嘅供款記錄啦。
好啦，另外就講緊個人資料方面啦。大家只要需要喺我的帳戶入邊揀選翻帳戶管理，再揀選翻強積金帳戶管理入邊，就可以俾大家揀選翻有關強積金計劃嘅內容啦。揀選咗之後，就可以望一望大家知道有冇唔正確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有唔正確或者遺漏嘅地方啦，大家就可以透過我哋積金易嘅程式做翻有關嘅更改同埋修正嘅。好啦，第二點亦都好重要嘅就係話嗱，因為上線之後，所有嘅行政指示都要交俾積金易平台啦，咁所以大家盡快睇下熟悉翻點樣透過積金易平台提供有關嘅行政指示啦。咁當然有啲成員可能就話：咦，我暫時未熟習過網上平台喎。咁我哋亦都接受大家用一個紙本形式去提交有關行政指示嘅。當大家下載喺積金易平台下載最新嘅表格之後啦，咁就可以電郵啦、傳真、郵寄，甚至親臨我哋任何一個服務中心嘅投遞箱遞交都可以嘅。好啦，呢度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咁所有嘅指示喺上線之後啦，所有嘅指示都要交俾積金易平台，就唔好再交俾富達嗰邊啦。好，接下來咁我哋都同大家高呼下有啲咩成員功能啦。基本上咁我哋呢度列出咗5大功能啦，咁包括註冊登記啦、管理供款啦、管理強積金帳戶啦、提出強積金同埋有關嘅通知文件及報表嘅。咁基本上咁大家都喺現行嘅富達可以做到嘅行政指示啦，其實喺積金易平台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就包括登記一個新嘅強積金計劃啦。咁另外管理供款方面，咁就可以話可以幫大家計算翻有關嘅強制性嘅供款啊、自願性供款等等啦。咁另外啦，咁亦都可以喺管理帳戶方面啦，可以做個基金轉換啦，加入即係做翻有關嘅抵消長期服務或者遣散費等等嘅資料啦。咁另外啦，咁亦都可以話，譬如成員嘅，咁就可能到退休嘅時候，亦都可以透過程式做個提出強積金等等啦。咁而去到最後，咁我哋積金易平台亦都會有翻相關嘅報表同埋通知啦，通知翻大家有啲咩最新嘅指示咁樣嘅。有機會好啦，咁基本上我哋亦都建議翻大家用我哋網上平台或者流動應用程式去提交有關行政指示啦。咁一嚟咁就電子化，可以減少無謂嘅紙張嘅無謂紙張嘅浪費啦。其次，咁我哋網上平台同我哋手機應用程式基本上嘅程式功能係一樣嘅。咁啊睇下大家嗰個情況啦，可能隨時隨地可能出緊街嘅，咁可以透過我哋網上平台做翻個更新啦。透過我哋應用程式做翻個更新啦。如果可能喺辦公室多嘅，咁就可能用我哋網上平台做個更新啦。好啦，接下來我哋亦都同大家講下，有啲平台嘅教學啦。好，接下來我哋會同大家講下點樣註冊積金易，點樣登入積金易平台啦，點樣更改個人嘅資料啦，點樣登記一個參加計劃啦，點樣做有關嘅整合啦，點樣更改投資指示啦。咁如果提出嘅時候，點樣提交有關指示啦？最後亦都教翻大家點樣係睇翻有關強積金報表嘅。好，呢度有個重要嘅提示。嗱，咁我哋都同大家講咗嘅。嗱，咁我哋所有嘅成員啦，就必須確保個名啦、出生日期啦、身份證號碼同對身份證同身份證同個強積金戶口嘅記錄一定要一致啦。如果有唔一致嘅地方，咁有關嘅強積金戶口就未必可能同個強積金戶口做到個有關連接。咁所以呢度就會大家要注意翻啦。咁如果大家發覺喺個強積金戶口嘅個人資料同個自己嘅身份證有啲唔一樣嘅地方啦，咁就麻煩大家喺12號之前啦，咁填翻個更新資料、更新表格俾翻富達嗰邊，幫大家做翻有關嘅更新啦。好，接下來咁我哋講一講點樣註冊積金易先啦。咁基本上我哋有3部曲嘅，咁我哋要有驗證身份啦，咁填寫個人資料啦，同埋啟動帳戶。咁喺之前，咁我哋要準備翻自己嘅智能電話啦。如果大家有用智方便嘅，咁就係裝埋智方便啦。如果大家冇裝智方便嘅，咁就用攞埋自己嘅身份證啦。好，基本上咁我哋註冊嘅時候，咁我哋就喺個平台上面撳翻註冊啦，揀選翻成員身份啦。咁但呢度入邊，我哋會提示翻大家有啲咩資料需要準備啊，同埋成個流程係點樣嘅。如果冇問題，就開始註冊啦。咁呢度亦都講多少少啦。咁我哋除咗話一般僱員、臨時僱員、
個人帳戶持有人之外啦，咁其他但我哋都包括埋自僱人士係一個成員嘅類別嘅，咁呢度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好啦，點樣用智方便幫大家做翻個身份認證咧？嗱，如果大家揀咗智方便嘅話，我哋就會轉移大家嗰個積金易程式去智方便嗰邊啦。咁喺嗰邊攞咗有關授權之後，咁就可以繼續再進行有關嘅註冊。好，而如果用電子身份證做個驗證嘅話，咁我哋揀選翻身份證啦。咁跟住就會問翻大家身份證嘅類別嘅，會一個智能身份證啊，定係舊嘅香港身份證嘅。咁之後就跟翻指示掃描翻有關嘅身份證就可以噶啦。好啦，我哋驗證完身份證之後，咁就會同大家做翻少少人面識別啦，咁確定大家係身份證嘅持有者啦。咁呢度亦都有個小貼士嘅，咁大家去做個面容識別嘅時候，咁就保持光線嘅充足啦，咁面部要對正個鏡頭啦，咁就唔好有嘢遮到個面啦。好啦，嗱，呢度亦都有個小提示俾翻大家嘅。如果大家做身份驗證嘅時候未能通過有關嘅驗證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親臨我哋嘅辦事處嗰度去做翻個核對啦。好啦，我哋頭先講完驗證身份嗰步驟啦，咁我哋再之後咁就填寫翻個人資料啦。基本上大家用智方便啦，或者用身份證做個驗證之後，咁其實基本上我哋都會幫大家輸入咗部分嘅資料嘅。咁大家只係需要輸入翻餘下嘅資料啦，包括聯絡資料啊、地址同埋通訊方式等等咧，再輸入埋你哋嘅電郵或者電話，做翻個一次性驗證啦。輸入完之後，咁大致上我哋就會完成咗大家嘅註冊噶啦。去到呢個步驟，大家只需要啟動你哋嘅賬戶啦。去到呢個頁面，我哋會轉移大家去個建立用戶名稱及密碼嘅頁面嘅。去到呢度，大家只有輸入翻你哋嘅用戶名稱同密碼啦。咁呢度我哋都有少少嘅要求嘅。用戶名稱我哋8個字或以上啦，密碼我哋要10個字，要大楷、細楷、數目字，再加埋下面特定嘅符號嘅。好啦，當大家設立完之後啦，咁我哋都會問翻大家，譬如可能我哋見到會唔會話呢資料可能有啲更新喎，會問大家會唔會需要同一時間更新埋其他計劃入邊嘅地址、聯絡資料等等嘅。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撳埋更新啦。去到最後，大家見到呢個頁面啦，咁就成功建立咗用戶名稱及密碼咧，大家就可以登入翻積金易平台啦。好啦，再接下來咁我哋講下點樣登入成員平台啦。好，嗱，呢度睇到啦，嗱，基本上我哋登入嘅時候有3個唔同嘅方式啦。咁第一個咁就可以，我見到大家係咪話有少少聲音咧？唔緊要，大家等我等下，唔好意思。可以。我試大家請等等啦。你冇開咪？
好，咁我哋就可以繼續啦。我哋頭先講到啦，咁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方式登入翻積金易嘅系統啦。咁我哋有3個方式嘅，咁就用翻個積金易嘅號碼，再加或者用戶名稱加埋密碼。咁又或者用翻個生物認證啦，又或者可以用智方便登入我哋積金易嘅系統嘅。好啦，咁如果使用積金易嘅號碼或者登入用戶名稱啦，咁其實基本上係一樣嘅。大家喺度輸入翻用戶名稱啦，個輸入埋密碼，確認咗之後，咁我哋會 send 一個一次性嘅驗證碼去大家嘅電郵或者電話度啦。大家輸入完之後，咁就可以登入到積金易平台噶啦。好啦，咁同一時間，當登入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會問大家嘅，其實會唔會信任翻呢個裝置，即係大家嘅電話啦？咁如果大家信任咗之後，咁就往後如果話做翻有關嘅身份認證嘅時候，咁相對地會方便少少啦。咁但係如果有時可能大家，第一下唔記得咗撳嘅時候，咁點算咧？我哋亦都可以往後做翻有關設定。大家只係需要去我的帳戶入邊啦，揀翻積金易帳戶設定下面啦，咁就見到信任裝置嘅，咁嗰度加入翻大家用緊嘅裝置就可以噶啦。好啦，咁有時相關嘅成員啦，都可能會唔記得咗自己嘅密碼，或者唔記得咗自己嘅用戶名稱會係點樣去登入翻啊？基本上我哋會有個價格啦，會問翻大家係咪唔記得咗密碼，或者唔記得咗個用戶名稱啦。大家揀選完之後，咁我哋會同大家做翻個身份認證嘅，咁就可能透過智方便啦，或者做個雙重認證嘅。咁如果揀選咗雙重認證嘅話啦，咁我哋可能呢度要輸入多少資料啦，好似大家嘅出生日期啊、大家個名啊、大家個電話號碼等等呢啲資料啦。咁再之後，咁我哋會要求大家輸入翻個一次性驗證碼咯。入完有關資料之後，咁我哋都會 send 喺個頁面上面顯示翻大家嘅用戶名稱同埋積金易號碼俾翻大家做翻參考嘅。同樣啦，如果忘記密碼，其實都係做翻有關驗證之後，咁呢度設定翻大家嘅密碼就可以噶啦。而如果大家用智方便嘅，咁相對地成個流程都會方便少少啦。咁我哋只係需要將大家轉移去積金易去智方便嗰個程式入邊啦，確認翻有關資料。咁我哋基本上會幫大家做翻有關嘅身份認證啦。咁之後就可以再設立翻你哋嘅用戶名稱啦，或者係你哋嘅密碼等等嘅。好啦，另外啦，咁如果話用翻生物認證，好似用翻面容識別啦，或者指紋嘅話，咁我哋呢度可以做翻有關設定啦。咁大家設定完之後，就可以喺呢個有個樣有個四方框入邊做翻個選擇啦，咁登入翻就可以噶啦。好啦，再接下來，咁我哋都想即係有啲成員都話想更改翻個人資料喎，咁點樣做翻咧？嗱，基本上大家就可以透過我的帳戶入邊啦，入邊有管理個帳戶管理嘅，再入翻強積金帳戶管理，下面咧就可以更新翻有關資料啦。嗱，入到去，咁我哋就可以可能改翻大家個性別啦，大家嗰個國籍居住嘅地區啦，更改埋大家個電郵或者電話等等呢啲資料啦。同一時間，咁我哋都有機會可能要求翻大家輸入翻個一次性驗證碼，驗證翻呢啲更新係咪本人去操作啦。咁確認咗之後，咁我哋都會問大家係咪喺全部嘅強積金嘅戶口入邊都更新翻有關資料，大家可以按翻大家需要做選擇就可以噶啦。如果冇問題，選擇完之後撳提交就完成咗成個流程噶啦。好啦，咁接下來咁我哋亦都同大家講下點樣做個僱員登記啦。嗱，基本上好多時啲點解會有呢個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咧？就好多時就可能相關嘅成員啦，翻一份新嘅工作或者做翻計劃轉移嘅時候，咁我哋都可能需要登記翻一個強積金帳戶嘅。好啦，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咧？如果僱主喺當大家入職之後啦，幫大家提交咗有關嘅登記資料啦，咁大家就會收到下面綠色呢個參考編號，咁就話翻俾大家聽，咦，僱主幫你提交咗個強積金登記嘅資料啦，咁麻煩大家進行埋有關嘅選擇啦，完成晒成個成員登記嘅流程啦。好啦，入到去嘅時候，咁我哋會見到有個待辦事項啦，然後就會見得到僱員登記參加計劃。
撳到去，咁就可以撳下一步。好啦，去到呢個位置，其實都係同頭先差唔多嘅，都要做翻身份認證啦，核對翻係咪本人進行有關操作啦。同樣啦，咁呢度就輸入翻個人設定啦，同埋通訊方式等等啦。另外啦，咁我哋因為係做一個強積金開戶嘅程序啦，咁入邊都要求大家去做翻個投資選擇嘅。好啦，呢度係兩個小貼士。咁第一個，咁僱員需要同時輸入翻強制性同埋自願性供款嘅選擇部分啦。第二點，咁就大家視乎翻強積金嘅條款細則啦。咁僱員可以全數或者按比例去揀選翻預設投資策略嘅。如果大家揀選翻有關嘅強積金基金填好晒之後咧，可以撳下一步。咁大家完再核對多次資料有冇唔正確嘅地方啦。如果冇問題，就撳提交。咁你提交咗之後啦，咁我哋會通知翻大家。咁我哋已經收到有關嘅資料啦。咁我哋之後就會話翻俾大家聽有關嘅結果係點樣噶啦。好啦，再接下來，咁我哋都同大家講下點樣做翻個有關強積金嘅轉移或者有關嘅整合啦。好啦，嗱呢度同大家有少少指引話翻俾大家聽啦。咁呢度寫咗嘅，咁無論係轉出或者轉入嘅強積金計劃啦，咁你應該等到相關強積金嘅計劃都已經加入咗平台之後，先至可以透過積金易平台進行有關嘅指示嘅。咁如果有關嘅計劃尚未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啦，咁積金易係會提醒翻大家用翻紙本比較做翻有關嘅提交嘅。咁好似因為而家都未到30號啦，咁如果大家有強積金想轉入去富達嘅話，咁大家就用一個紙本形式交過去俾富達嗰邊啦。咁好啦，到富達真係上一線之後，咁而有需要可能將其他嗰個未上線嘅計劃轉移去富達嘅話咧，咁就將有關嘅指示提交去積金易平台啦。咁好啦，去到下年年頭啦，咁所有嘅強積金上一線之後，大家就可以透過我哋積金易平台進行網上提交有關指示啦。好，基本上轉移嘅類別啦，呢度講咗啦。咁我哋會員嘅自選安排啦，個人整合嘅個人帳戶啦，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嘅轉移啦，同埋離職後嘅轉移，基本上大家嘅步驟都差唔多嘅，咁都係選擇翻嘅轉移類別啦。咁啊，做揀選翻轉出嘅帳戶啦，再揀選翻轉入嘅帳戶啦。如果有自願性供款需要提取嘅，呢度就可以揀選翻啦，往後就提交就可以噶啦。好，呢度咁我哋亦都有個少少例子啦，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就話，譬如如果話用緊一個往後我哋講緊一個整合個人帳戶作為一個示範啦，咁大家可以理解多少少嘅。好啦，咁我哋喺入邊揀選咗喺入邊揀選翻整合個人帳戶啦。去到呢個位置，咁我哋就可以望得到有邊啲符合相關條件嘅戶口喺度啦。大家就可以撳下一步啦。好啦，頭先我哋揀咗，如果轉出嘅情況下啦，咁我哋呢度都會問翻大家嘅。如果轉入嘅時候如果轉入嘅情況下啦，咁有關強積金未上嚟平台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揀翻找不到所需帳戶啦。大家揀選完之後，咁我哋就會誘導大家下載翻相關嘅表格去填翻過嚟俾我哋咁樣嘅。好啦，頭先我哋揀咗轉出嘅帳戶啦，咁接下來我哋就揀選翻轉入強積金帳戶嗰個戶口啦。好，去到最後，咁我哋都會問大家啲資料正唔正確啦。如果有唔正確，可以做翻有關更改啦。正確嘅話，咁就撳翻提交。咁之後有翻有關嘅條款細則俾翻大家去參閱翻啦。之後接受就可以噶啦。咁好啦，接下來咁我哋同大家講下點樣更改翻個投資指示啦。嗱，基本上喺舊有嘅強積金受託人嘅方面啦，好多時都淨係可能俾大家做到個強制性或者自願性供款嘅轉換啦。咁但係上咗平台之後啦，咁我哋就會拆細多少少嘅。咁我哋分咗4個大部分啦，咁就分咗僱主嘅強制性部分啦、僱員嘅強制性部分啦、僱主嘅自願性部分同埋僱員嘅自願性部分。咁呢個設定就等大家可以比較彈性少少進行一個投資嘅指示嘅。
咁另外啦，咁我哋亦都喺平台上面亦都可以幫大家做翻個更改現有嘅結餘嘅組合啦，又或者更改未來嘅投資組合。咁咩叫更改現有嘅帳戶結餘嘅投資組合咧？就簡單啲講，就係話而家大家供咗落去嘅強積金啦，咁進行啲基金嘅轉換投資啦，或者重組啦。而未來嘅投資組合就係講緊啲未落去強積金戶口嘅資金嚟嘅。好啦，如果講更改現有嘅帳戶結餘嘅投資組合啦，咁我哋分咗有基金轉換。咁基金轉換簡單啲講就係話，基金 A 賣出嘅時候，之後就轉入俾基金 B 度，咁買翻個相對嘅比例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重新調整指示嘅。咁呢個係咩嚟嘅咧？譬如有啲成員就話，咦，可能佢有一個全新嘅諗法，咁就未必用舊有嗰個未必用舊有嗰個基金嘅嗰個配置啦。咁大家就可以揀重組調整指示呢個位置，咁就可以幫大家將所有嘅強積金嘅基金啦，轉化為變翻做買翻嚟先，轉翻做現金，就跟翻大家最新嘅比例去擺翻落去你哋理想嘅投資組合度咁樣嘅。咁喺邊度做翻有關嘅指示咧？嗱，我哋揀選翻投資，再選翻基金轉換或者重組投資組合。入到去啦，咁我哋就會顯示翻想做邊一個投資組合嘅戶口啦。揀選咗之後，咁呢度咁我哋都會有翻去轉出嘅頁面啦。咁轉出嘅頁面都有兩個提示俾翻大家嘅。轉出嘅頁面咁就話翻俾大家聽，可以套用到所有嘅供款類別。咁乜嘢叫套用到所有嘅供款類別咧？就係話基本上我哋頭先講四個唔同嘅供款帳戶啦，就講緊僱主嘅強制性啦、僱員嘅強制性、僱主嘅自願性同埋僱員嘅自願性。咁如果大家唔想逐個揀選嘅時候，就可以呢度撳呢個掣。套用到所有嘅供款類別，呢個掣就可以一次過套用晒四個唔同嘅帳戶類別啦，一個唔同嘅供款類別啦。好啦，第二點啦，咁就大家就喺呢度做翻輸入翻你哋想轉出嘅基金個百分比啦。另外，如果大家想有其他基金做個轉換嘅，可以撳新增投資指示嘅。頭先提及過啦，咁如果話大家想有個新嘅組合，又唔想要舊嘅組合嘅，可以揀選翻重組投資組合啦。再接下來，我哋做完轉出啦，咁我哋往後做翻個轉入啦。呢度揀選翻相對應想轉入嘅百分比，咁就可以噶啦。當大家撳完下一步，咁我哋要收到大家有關嘅投資指示啦。咁呢度會有個參考編號俾翻大家嘅。咁亦都提一提啦，大家如果當日四點鐘提交到有關指示嘅話，我哋會即日執行翻有關嘅指示啦。咁如果係4點鐘之後先提交嘅話，咁我哋就會下一個工作日先會幫大家執行有關嘅指示咁樣嘅。好啦，更改未來投資組合啦，咁同樣啦，都喺翻個投資嘅頁面度揀選翻啦，就揀選翻更改未來投資組合啦。去到呢個頁面，咁我哋都係揀選翻相對應嘅強積金嘅帳戶啦。好，入到去，咁我哋同頭先見到嘅差唔多嘅，咁都係可以揀選翻套用到所有嘅供款類別啦，可以揀選翻個預設投資策略啦。咁而預設投資策略咧，咁就根據翻本身個強積金受託人嗰個可唔可以全數揀啊，或者按比例做翻個選擇啦。咁另外有一點就要注意翻嘅，咁我哋下面第3點啦，咁就寫住風險級別。因為好多可能未必太細心睇得到，其實嗰個每一個產品入邊有啲咩投資嘅product 喺度啦。咁我哋呢度就簡單啲話翻俾大家聽啦。咁我哋有風險級別1去到5啦，1就最低級，5就最高級嘅。咁大家如果話想做翻調配，可能比較低風險嘅，咁你就去做翻跟翻呢個指示去做翻一個選擇啦。好啦，咁同樣啦，咁我哋呢度提交完有關指示啦，去確認睇下有冇資料需要修正啦。如果冇嘅，咁提交咧，咁同一時間，咁我哋呢度都會有個參考編號俾翻大家，咁去了解翻咁樣嘅。咁同樣啦，咁我哋呢個指示，如果4點鐘之前收到嘅話，我哋即日會執行啦。如果4點鐘之後收到嘅話，我哋第2個工作天，我哋先會幫大家執行有關指示嘅。好，再接下來，我哋都睇一睇成員平台點樣提取有關嘅權益啦。嗱，基本上暫時嚟講啦，如果大家想做有關提取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長遠少少嘅計劃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可能比較短時間想做提取嘅，咁就可以繼續用翻一個表格形式啦，提交翻過嚟俾我哋積金易平台嘅。好啦，基本上做提取嘅，咁有7個
理由可以做有關提取啦，到達有關退休年齡啦，提早退休啦，永久性地離開香港啦，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啦，罹患末期疾病、小額結餘甚至死亡咁樣嘅。嗱，基本上如果話講緊退休嘅時候啦，大家就去按翻一個比例啦，或者一次過攞晒所有嘅強積金出嚟啦，咁呢個睇翻大家嘅情況嘅。咁喺邊度做呢個？如果之後咁大家想透過網上平台提交指示嘅，咁點樣去邊度提取咧？嗱，去翻我的強積金入邊啦，咁我哋會有個提取權益嘅頁面嘅。揀選咗之後，咁大家就揀選翻申索強積金權益，之後入到去就揀選翻你哋嘅提出嘅理由啦。再之後咁就可以揀選翻你哋嗰個想提出嘅帳戶啦。好，入到去，咁我哋提交翻行政指示啦，即係大家想係一次過攞晒所有嘅強積金嘅累算權益啊，定係一個指定嘅金額啊，定係想每季或者每月甚至定一個去做個提取咁樣啦。好啦，再之後，我哋呢度會要求大家上載翻相對嘅文件嘅，咁呢個就會視乎翻大家做乜邊一類別嘅申索而去決定提取咩文件啦。呢度咁我哋都會 list 得好清楚嘅。好啦，去到最後嗰部分啦，咁就問翻大家啦，上一個付款嘅方法，即係收錢嘅方法係乜嘢啦？咁會係一個銀行轉帳啦，定一個支票嘅形式啦？咁好多時我哋都建議翻大家用一個銀行轉帳嘅方式啦。咁因為呢個處理相對地會比較方便啦，亦都係避免支票寄失嘅風險嘅。好啦，另外亦都值得提一點嘅就係話，如果大家用銀行轉帳嘅方式啦，呢個戶口嘅資料一定要係強積金持有人本人嘅，就唔可以係第三方嘅帳戶嚟嘅。好，去到最後啦，大家睇下資料有冇唔正確嘅地方啦，咁提交。咁提交完之後，咁我哋亦都有個參考編號，話翻俾大家聽啦。咁我哋話已經收到大家有關指示啦。好啦，去到再後少少，咁就講緊點樣去查閲翻大家嘅強積金報表啦。嗱，大家只係需要撳我的帳戶下面我的信件及報表，去到呢個位置咧，咁我哋都會顯示翻有啲乜嘢報表喺度啦，大家可以下載做翻有關參閲啦。咁但係往後大家相信用咗積金易一排嘅時候，咁都可能相對地比較多文件會收到啦。如果大家可以想簡單啲點樣揾得翻出嚟咧，大家就可以透過計劃名稱啦、報表嘅類別啦，或者日期去做翻有關篩選，去揾翻大家需要嘅報表咁樣嘅。好啦，咁往後大家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咁積金易有啲咩服務俾到大家咧？咁我哋分咗兩個大嘅類別啦，咁我哋有自助資訊啦，咁自助資訊，咁我哋網上平台上面有用戶指南啦，亦都有教學短片教翻大家點樣去用翻個平台啦。另外我哋亦都有積金易嘅常見問題，咁我哋會逐步咁教翻大家點樣用個平台，又或者可以針對翻大家遇到嘅問題，俾翻答案大家啦。另外啦，咁我哋如果話想有啲客戶服務幫到大家嘅，咁我哋有自助服務站啦，喺呢個分佈咗喺唔同嘅電信商上面啦。咁另外我哋有線上支援啦，甚至我哋有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嘅。咁同一時間，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啦，可以親臨積金易3個服務中心去做翻有關查詢嘅。好啦，咁呢度就係我哋個客戶查詢熱線啦。咁我哋18322622，咁我哋嘅服務時間係星期一至五上晝9點到下午7點鐘啦。咁另外星期六就上午9點到下午1點鐘。咁公眾假期我哋會休息嘅。咁另外如果大家想要翻啲書面嘅回覆嘅，咁可以填入過嚟俾我哋啦。我哋有 enquiry@support.empf.org.hk。另外咁我哋有傳真嘅31972922。另外，如果大家有需要上去我哋服務辦事處啦，咁我哋港島各有港九新界各有一個辦事處啦。咁一個喺香港島啦、灣仔、皇后大道東大新金融中心6樓601B 嘅。咁另外喺尖沙咀摩地道環道廣場12樓120-5室啦。最後一個就喺荃灣如心廣場2座18樓102A 室嘅。咁我哋嘅服務時間都係星期一至五上晝9點到下午6點鐘啦。星期六就去到1點鐘嘅，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我哋會休息啦。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善用呢個服務啦。咁好啦，再之後咁我哋亦都
話翻俾大家聽啦。上咗線之後，咁我哋亦都富達嗰邊啦，繼續會提供翻一個數碼平台服務俾翻大家。咁呢一個部分，咁我交翻俾阿 Ali 啦，唔該晒。係咁，多謝晒阿 Jo 嘅講解啦。隨住富達強積金即將加入積金易平台，會需要到整理資料同埋數據。而喺12月頭，我哋都已經陸續停止接收行政指示㗎啦。例如投資轉換指示嘅最後接收日期會係12月17號嘅下晝4點之前。大家可以留意翻積金易嘅資訊包，或者直接上翻我哋富達嘅網站去睇翻㗎。而計劃加入咗平台之後，請你使用翻積金易平台或者透過積金易提供嘅渠道嚟管理翻你哋嘅賬戶。富達仍然會繼續提供 Smart Retire 手機應用程式同埋成員網上服務，俾成員可以查閱翻個賬戶結餘、持有嘅基金同埋其他網上嘅功能，亦都會繼續提供富達投資熱線26292629。但係有關於強積金嘅行政指令呢，就必須要透過積金易平台所提供嘅渠道去遞交啦。咁以下落嚟啦係問答環節嘅，見到大家都提交咗啲問題，我哋而家邀請翻 Jo 幫手解答啦。咁首先第一題，係咪要等到2025年12月30號或之後先至可以加入積金易呢？另外，需唔需要揀翻富達退休集成信託嘅戶口㗎？基本上，如果大家想睇翻富達入邊嘅資料啦，咁好似頭先阿 Ellie 咁講啦，咁就要12月30號當天咁登入翻積金易平台啦，咁就會睇到富達嘅資料嘅。咁但係相信有啲成員啦，咁就可能本身有其他強積金戶口，其實而家登記咗嘅時候，咁唔需要再做多次登記嘅，咁到12月30號當天啦，咁就自然我哋會將有關資料擺咗上平台，大家就可以參與翻有關嘅資料噶啦。咁下載積金易個 app 咧，手機有冇話啲咩要求㗎？喺嗱，基本上咁而家現行嘅大部分嘅手提電話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知道可能有啲成員啦，個電話可能未必係一個智能電話啦。咁可能有機會可能要上我哋辦事處去做翻有關嘅申請啦。咁甚至話如果話有啲同事嗰個電話係未必符合到有關要求嘅話，咁我哋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個website 啦去做翻個註冊咁樣嘅。係咁呢個簡報咧，之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嘅？咁呢題或者我嚟答啦。咁呢個簡報我哋唔會分享，但係咧呢一個即係簡介啦，我哋呢一個錄影咧之後就會係擺翻去富達嘅網頁，大家都會收到電郵通知嘅。咁到時可以睇翻。然後下一題，咁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翻個 EMPF 嘅 QR code 可以攞嚟註冊翻個賬戶嘅？我想問下，意思係咪想登記翻積金易嗰個誒，程式啊？應該係 download 嗰個積金易程式個 QR code。哦，明白。嗱，如果大家可能話miss 咗個 QR code 啦，其實大家上翻大家嘅 App Store search 翻 EMPF 呢4個字咧，咁第一個嗰個應用程式就係積金易平台嚟嘅。咁當然，如果話大家想用我哋網上平台啦，咁我哋上我哋個 website 上邊啦，search EMPF，咁我哋都可以俾大家去查翻有關資料嘅。係咁啦，而家見到啦，MPF 個網頁啦，同埋係積金易個 app 咧，都冇一個可以直接用香港身份證登記嘅 option 嘅，咁淨係可以用智方便 I'm Smart，咁呢個係臨時嘅定係點解咧？啊，因為咁樣嘅嗱，早前相信大家都如果有註冊過嘅同事應該知道，咁因為基本上如果我哋本身有 scan 身份證呢個 function，咁即係但係因為本身可能個位置啊，或者係啲需要比較多 technique 嘅少少嘅情況下啦，咁我當時都收到唔同嘅成員嘅反應啦，就比較難去做翻個 EKYC，即係個身份認證。咁所以我哋呢個而家做緊有關嘅 update 嘅，咁所以暫時我哋 suspend 咗啦。咁如果我哋往後開通翻之後，我哋會再通知翻大家咁樣嘅。係咁積金易嘅地點喺邊度㗎？基本上好似頭先咁講啦，咁我哋有3個唔同嘅辦事處啦。咁一個就喺灣仔，一個就喺荃灣，一個就係喺尖沙咀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啦，可以上翻去積金易嘅網站，又或者頭先我可以 share 翻頭先個頁面啊，前等等。咁我邊度可以攞到啦積金易嘅資訊包？嗱，積金易嘅資訊包應該喺10月30號十月30號之前，應該大家都應該收到嘅。咁如果大家需要翻資訊包啦，其實可以上翻富達嘅網站上面，其實嗰度都可以俾大家去睇翻資訊包嘅內容嘅。
我哋幾時可以喺積金易入邊睇到自己個賬戶資料？係唔係12月31號？正確啊，正確啊。如果相關同事啦，咁係裝咗富達嘅話啦，咁喺12月30號當天，如果註冊咗積金易平台嘅話，咁就喺30號當天上翻積金易嘅程式，咁就可以睇到有關嘅資料噶啦。咁如果做出咗提取權益即係申索啦，同埋揀咗用銀行轉賬嘅話，大約需要幾多時間先至會入到去銀行嘅？基本上，如果大家往後啦，咁暫時，因為我哋都仲 enhance 緊個系統啦。咁如果大家如果話呢短時間內要做翻個申索嘅，咁建議大家用個紙本形式去提交啦。咁但係 long term 嚟講啦，咁如果我哋收到有關嘅行政指示透過平台嘅話，咁我哋基本上一個月內會處理到大家有關行政指示嘅。咁如果僱主註冊咗之後，成員嗰啲信息係咪會自動轉到過去積金易㗎？想問下你講緊僱員嘅信息係？應該佢問題係關於僱主註冊咗積金易成員個信息，即係僱員個信息係咪自動會轉到去哦。積金易？咁樣講嗱，基本上如果大家本身現有嘅強積金嘅賬戶啦，咁啊上咗線之後，咁我哋就全部擺咗上去平台上邊，包括埋而家大家做緊供款嘅賬戶嘅。而如果僱主開一個新嘅強積金戶口啦，咁佢僱主嗰邊提交咗有關資料之後，咁成員只要登入翻積金易平台啦，咁就可以進行翻有關嘅註冊嘅。咁下一題啦，我哋可唔可以用網頁版而唔用手機去註冊翻積金易賬戶？暫時嚟講啦，大家可以去網頁版做個註冊，咁但係因為我哋都要做翻身份認證，因為我哋實名登記嘅關係啦，咁所以都要透過大家嘅手機去做翻個智方便嘅身份認證之後，先可以再做翻往後嘅手續咁樣嘅。咁基金轉換啦，係咪淨係限咗富達計劃入邊嗰啲基金選項嘅？如果因為本身喺強積金平台上面啦，就冇幫大家將所有嘅戶口整合咗同一個戶口度嘅，咁我哋只係喺平台上面啦 list 翻清楚大家有乜嘢強積金戶口入邊啦，咁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做過基金轉換，咁就都會喺富達入邊嘅基金做翻有關選擇咁樣嘅。咁如果喺12月30號或之後先至加入積金易啦，咁登入之後發現見唔到富達嗰個強積金嘅戶口資料，應該點做？會係因為啲咩問題呢？嗱，好似頭先咁講啦，咁我哋本身積金易平台咁有3個好重要嘅信息去同大家做翻個戶口做翻個戶口連結啦。咁大家嘅英文名啦，大家嘅身份證號碼同埋大家嘅出生日期。咁是但一個key 如果唔啱嘅話，咁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咁如果話本身可能本身登記名嘅時候，即係登記強積金戶口嘅時候，寫漏咗可能陳大文寫漏咗 Peter，咁但係本身身份證上面有嘅話咧，咁就可能需要去填寫翻有關嘅更改資料表格啦，俾我哋積金易平台啦，甚至可以親臨我哋積金易平台去同我哋同事聯絡翻都可以嘅。咁請問乜嘢係更改未來供款嘅投資組合？明白嗱，基本上更改投資組合，咁我哋分咗一個現有嘅投資組合啦，同埋未來投資組合。咁有咩分別咧？嗱，更改現有投資組合就係簡單啲講，就係話本身已經供咗落去咁多位嘅強積金戶口入邊嗰啲，就更改現有投資組合，就將你現有嗰個百分比轉換一個新嘅投資組合，適合翻大家個投資指示啦。咁如果大家揀選翻純粹揀一個新嘅投資組合，咁就基本上就係講緊話嗰啲強積金，即係僱主未作出供款嘅投資指示，譬如可能講緊而家2025年嘅十月份啦，咁基本上12月份嗰個強積金未落去大家嘅戶口嘅，咁大家如果更改未來投資指示嘅話，就更改緊未來嘅供款啦。咁喺12月30號之前啦，淨係用香港身份證嗰個註冊嘅功能會唔會恢復㗎？呢個我哋都有待公佈，咁我哋都同緊我哋IT 嘅同事啦，去了解翻，咁幾時盡快可以放翻呢個，即係去announce 翻呢一個 function 俾翻大家去使用嘅。咁就喺積金易我哋上咗線之後，仲可唔可以用紙本表格去遞交指示呢？嗱，積金易平台其實係純粹提供多一個途徑俾大家去做個選擇啦。咁如果大家想繼續用紙本嘅，咁我哋積金易平台依然歡迎大家用紙本提交有關嘅行政指示嘅。
係咁上咗積金易之後啦，富達啦係作為一個咩角色嘅？咁或者呢題我答啦，我哋富達仍然都係基金嘅經理啦，亦都係提供翻成個計劃入邊嗰啲強積金基金嘅選項。咁所以其實就或者可以請阿 Jo 啦，同我哋解釋翻，咁積金易咧係我哋富達上咗線之後係一個咩角色？嗱，基本上咁強積金分咗三個大部分啦。咁講緊係 custodian，即係資產管理啦；一個就 investment，就係講緊投資嘅。咁呢兩個部分繼續喺富達嗰邊做營運啦。咁喺積金易平台最主要都係幫大家處理翻所有嘅行政指示嘅，譬如大家話想做個基金轉換呢個指示啦，或者開立一個新嘅強積金帳戶嘅指示啦。咁呢啲全部都由積金易平台幫大家去執行嘅。係咁，請問啦，基金轉換即係賣出同埋買入需要嘅時間大約係幾多日嘅？嗱，基本上啦，咁呢個我哋會根據翻本身強積金受託人嗰個service pledge 嘅，咁呢個要逐個每一個都有機會唔一樣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參與翻我哋喺網上面平台嗰個 service pledge 啦。咁如果我唔用智方便去登記嘅話，我哋可唔可以直接去你哋服務中心嗰度去註冊翻個積金易嘅戶口？暫時因為都要做身份認證嘅關係啦，咁所以所有嘅香港嘅身份證持有人啦，都需要用住智方便做個註冊先嘅。咁想問翻啦，電腦啦或者係筆記本電腦可唔可以裝到積金易㗎？積金易如果喺電腦嗰度啦，咁就係一個 web page 嘅版本啦。咁如果係一個電話或者係一個iPad 嗰啲啦，咁就可以有一個 app 嘅形式去俾大家個管理咁樣嘅。咁如果係香港地區以外嘅電話號碼，可唔可以登記咧？同埋冇香港身份證又登唔登記到咧？因為暫時喺個積金易程式入邊啦，咁暫時淨係支援到香港身份證嘅持有人嘅。咁如果相關嘅同事佢未有香港身份證嘅話，咁暫時未用得到積金易平台。咁要等相關嘅成員啦轉咗香港身份證啦，咁先可以進行之後嘅手續，做翻有關登記咁樣嘅。咁假如我有多過一個強積金戶口喺唔同嘅公司啦，我係咪可以喺一個積金易嘅戶口入邊睇晒呢啲資料？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唔同嘅強積金戶口啦，咁或者係本身你話我淨係得一個嘅啫，嗱，咁喺原有嘅強積金計劃或者富達咁樣講啦，咁其實佢都係繼續睇翻有關嘅嗰個強積金基金表現啦。咁但係如果話想做翻有關嘅操作，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做翻基金轉換嘅話，咁就淨係可以透過積金易平台去做翻有關嘅轉換指示嘅啫。係咁，基金嘅報表啦，或者每月基金個表現可以喺邊度揾到？咁呢個或者我答翻啦，就可以仍然喺富達嘅網頁嗰度睇得到嘅。咁下一題，如果我想登記多一間新嘅強積金公司入邊嘅戶口，例如係 TVC 咁樣啦，係唔係要自己通過積金易去申請，定係都要去揾翻嗰間強積金公司去遞交申請㗎？哦，如果同事可能成員啦，可能做一個自己想做一個 TVC 嘅，咁基本上可以喺富達上咗線之後啦，透過積金易嘅程式可以直情入邊開立埋個帳戶都可以嘅。咁假如咧富達仍然都係即係管理緊我哋啲戶口啦，我哋係咪必須要登記積金易咧？定係可以繼續用富達嘅網頁？嗱，正常嚟講啦，如果喺10月30號之後，咁所有嘅行政指示都要交俾積金易平台嘅。咁縱使可能話大家應該喺富達嗰邊啦，應該30號，咁所有嘅行政指示就唔會再接收嘅。咁積金易咧係咪自動將我自己所有嘅強積金戶口擺埋晒同一個 app 入邊一次過睇到？可唔可以喺個 app 入邊啦做翻個整合㗎？當然啦，咁如果你話好似頭先見到成員都講啦，基本上大家登記或者登入完之後，積金易個平台之後啦，咁大家就可以一次過睇晒所有自己名下嘅強積金戶口啦，包括咗話公款帳戶啦、個人帳戶，甚至講緊係一個自僱人士嘅帳戶。咁入邊大家就可以提交翻有關嘅行政指示，包括咗就係話做個基金轉換啦，亦都可以做埋嗰個做個整合都可以嘅。咁有關於基金嗰個投資比例啦，我使唔使喺積金易嗰度重新再填一次、登記一次，定係話現時有嗰個直接就繼續帶落去嘅？咁我哋講緊話，喺富達上去積金易平台啦，咁基本上我哋會將所有資料完整無缺地擺咗上積金易平台，咁包括埋同事嗰個投資嗰個分配指示，我哋都會跟翻擺喺個平台上面啦。咁
所以基本上有關成員唔需要再做翻一個投資指示嘅。咁當然，如果佢話想更新嘅，咁就可以透過積金易嘅程式去做翻個投資指示就可以噶啦。咁呢個積金易平台啦，包唔包括 TVC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如果想做翻有關嘅管理啦，咁亦都我哋除咗包括個供款賬戶啦、個人賬戶啦，亦都包括埋個 TVC 嘅賬戶，亦都包括埋嘅。咁如果我想去積金易嘅服務中心啦，係必須要係預約啊，定係話就咁樣直接去都可以㗎？成員我哋多數都係直接上去就可以噶啦。咁就如果啦，現時嗰啲年報表啊，或者係將來嗰啲年報表，會唔會仍然都向富達嗰度睇到？嗱，如果喺未上線之前啦，咁有關嘅報表都依然喺富達嗰邊可以睇得到啦。咁但係上咗線之後，咁所有嘅報表都要透過積金易嗰個程式或者平台上面去做翻有關嘅參與嘅。咁啱啱就講到啦，下晝4點之前要提交嗰個投資指示，當日就會執行。執行嘅意思係唔係買賣？如果你話執行嘅意思就係話，我哋會將大家如果係一個改未來投資指示啦，咁我哋就將你原有即係會將本身原有嗰個就會轉去新嗰個投資指示啦，就我哋會即日執行咗嘅。咁如果你話本身去做個 rebalance，即係將舊有個供款去做翻有關嘅調配嘅話啦，咁我哋就會即日將有關嗰個強積金進行咗手出先。咁之後，咁手出完之後，我哋就根據翻大家新嘅投資指示進行個買入咁樣嘅。咁如果每月做供款嘅話，係咪都係交去富達嗰度㗎？基本上，如果你話成員想做啲可能TVC 或者其他嘅特別供款咁樣啦，咁你哋所有嘅指示啦，即係講緊文書上嘅資料，咁都要交過嚟俾積金易平台。咁但係大家所有嘅付款人都繼續寫俾富達或者匯豐咁樣嘅。假如啦，我唔做任何行政指示嘅話，可唔可以淨係喺富達個網站度睇翻我個戶口而唔登記積金易？如果大家當然啦，喺積金易嗰個平台上面都盡量都鼓勵翻大家去管理翻大家嘅強積金啦。咁但係如果話大家都淨係暫時淨係想了解多少少想睇資料嘅，咁都可以用翻富達嗰個去做翻有關參與先嘅。咁積金易咧有冇得控制賣出同埋買入個時間同埋基金價格㗎？呢個就冇得特別去做個 setting 嘅。咁我相信係咪講緊話想 set 咩價做個賣出咁樣啊？咁就可唔可以喺過咗富達上線嘅12月30號之後，先至註冊積金易嘅？哦，相關嘅成員啦，其實咩時間都可以註冊翻積金易嘅。就算你話我可能假設去好 extreme 嘅，可能隔咗半年一年，其實都歡迎大家繼續登記翻積金易嘅。咁除咗富達嘅基金之外啦，我可唔可以將我現時持有嘅基金轉去其他嘅基金，即係例如係其他受託人公司嘅基金？嗱，如果話佢想做個整合嘅，或者做個強積金個 group benefit 做個整合做個轉換嘅，咁佢可以提交翻個轉移申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就翻住單獨一個基金，咁就暫時淨係可以喺個本身嗰個原有個強積金受託人入邊做個轉換嘅啫。咁或者嚟到最後一題啦，咁係如果我個投資組合啦係即係轉換嘅話，咁喺積金易平台做嘅話，會唔會有任何收費㗎？基本上我哋喺積金易平台啦，咁冇特別收費嘅，咁根據翻原有嗰個強積金嗰個受託人去做翻處理嘅啫。好，咁由於時間有限啦，如果我哋到而家未解答到你嘅問題嘅話，大家亦都可以喺辦公時間內致電翻我哋富達嘅投資熱線26292629提出查詢嘅。咁呢個講座啦，已經嚟到尾聲噶啦，希望今日嘅資訊對大家註冊同埋使用積金易平台會有所幫助。而富達作為僱主同埋成員退休策劃嘅伙伴，亦都會繼續協助大家順利加入積金易平台。再次感謝大家出席今日嘅講座啊，再見。再見。